係你萬有引力，唔單止可以捉波，仲可以射波。今日教大家萬有引力射波。萬有引力，可以嗌之後入萬有引力。反作用力，質量力，係咪質量力？萬有引力，他媽的，質量力，三級力，入啦，質量力。唔穿個個都識萬有引力，今日教大家不自量力。不自量力，下次教你哋地心吸力。